大家好，我係江龍先生。今日嘅視頻咧就主要講解咧，當一個人咧得個大病啊，或者不治之症嘅時候，究竟從玄學角度點樣處理啊？咁點樣調整自己咧？咁今日江龍先生咧用幾分鐘嘅視頻咧作為一個詳盡嘅講解嘅。就前講者吳文欣咧喺2022年咧就患咗乳癌嘅，咁就係咧今年咧就係2026年嘅甲午月咧。就乳癌病發症咧，就係轉移咧，就係往生嘅，終年就51歲嚇。咁大家對佢都非常之熟悉嘅。咁江龍先生對佢有非常深刻嘅印象咧，就喺2006年嘅同蘇文峰主持嘅《風生水起精讀班》，吳文欣都係我一個非常之欣賞嘅女藝員嘅，即係佢唔同其他女星咁。即係做作啦，佢係一個好真誠嘅，俾人睇落去就係一個好真嘅一個人嚟嘅，即係唔會話講反話咯，非常之所以咧，吳文欣係我一個非常之欣賞嘅一位女明星。咁好不幸咧咁就係今年咧就往生嘅嚇。咁對於家庭嚟講咧，吳文欣都非常之負責任嘅，對佢兩個女啊、老公都非常之好嘅。咁但係從八字嚟講咧，我認為吳文欣嘅婚姻咧都唔係幾好嘅嚇。今日咧就係主要粗略講解下吳文欣嘅八字咧。咁我喺2004年咧已經講過佢嘅八字嘅，咁我已經講咗㗎啦。佢嘅病情咧就係唔係幾樂觀，因為大家知啦，佢患咗乳癌㗎嘛。咁胸部嘅疾病咧係五行屬金㗎嘛。連續3年月字丙午丁未都係火好旺嘅流年燒咗個金，咁對個病咧係冇幫助嘅，反而係會有一種惡化嘅跡象嘅嚇。呢個係從八字嘅角度嘅。吳文欣嘅八字辛金日元，出生於戌嘅月份，咁好明顯啦，卯戌合火，壬戌就拱火。呢個八字嘅木火係非常之強大嘅。咁對於健康嚟講咧，木火係對吳文欣咧冇幫助，反而去令到佢健康咧係非常之唔好嘅。咁大家知道乳房嘅疾病啊，乳癌嘅五行係屬金噶嘛。咁你嘅八字木火咁強啊，就一定係燒住個金嘅，金已經係受傷嘅嚇。咁佢喺呢個大運咧，就係行到己巳大運咧，就係患咗乳癌嘅。喺2022年壬寅年嘅時候，剛好壬戌拱火。再加上木嚟生火，人同自相刑咧，就患咗乳癌嘅。個木非常之強大嘅，木就制住個土嚇。今年死亡嘅原因咧，其實好簡單啫嘛。點解？因為今年係丙午年啊嘛。丙午年咧叫做壬戌合火，個火咧3倍力量加強，燒咗個金。咁所以對嘅病情咧就係非常之唔好嘅嚇。呢個單從一個玄學嘅角度嚟分析，再加上係又行己巳運嘅嚇，個火都非常之強大嘅。咁講完吳文欣咧，就講今天最重要嘅內容咧，就係當一個人如果得到大病啊，或者癌症啊，究竟嚟點樣調整自己咧嚇？首先我用吳文欣嘅八字講解啦，因為每個八字都唔一樣嘅嗱。好明顯，吳文欣嘅八字叫財破印啊嘛，財動印星。當你有錢嘅時候，吳文欣呢種格局，財好旺嘅時候，個印星咪減弱啊，財克住印啊嘛。咁所以吳文欣呢種八字，當佢事業成功、有錢嘅時候，財運好好嘅時候咧，佢嘅身體就唔好嘅。咁所以當一個人得咗大病嘅時候，應該點樣做啊？嗱，財破印，你要將啲錢捐出去。我所講嘅做善事、做好事非常之緊要。當你個財減弱咗嘅時候，你嘅印星咪強翻啦，你嘅健康咪好啦。咁所以咧，一定要懂得做善事、做好事，幫助更多嘅人，呢個非常之關鍵。其二，我唔想做善事做好事，咁你可以選擇第二種方式。咁第二種方式咧，印星代表健康，又代表房地產，代表屋都係代表印星嘅。咁所以你要買樓。當你買一樓嘅時候，因為財啊，使錢出去買棟樓嘅時候啊，其實咧係會幫你起到一個，即係從玄學角度咧，起到一個破解嘅作用嘅。
即係破解個財對你嘅影響，你嘅印星咪強咗所以係一種平衡嘅關係咯。所以要記得咁樣做嘅。咁其次就係，喂，你買屋咧係會升值同貶值嘅嘛。當你買屋嘅時候，貶值嘅時候係咪破財啊？咁其實破財都係可以即係幫你就係用我所講嘅提升你嘅健康運咯即係呢個係從玄學嘅角度嚟分析咯。咁其次就係文恩嘅八字。其實佢居住嘅環境，仲有治療嘅方式都非常之緊要嘅。佢個八字好明顯係忌木火嘅，咁佢喺香港居住，香港係屬於一個火好旺嘅地方，我俗稱火地啊嘛。咁其實文恩居住喺香港咧，係不利佢嘅病情嘅。佢本身對健康嚟講，佢要金水佢最好就搬去歐洲。或者係美國或者加拿大呢啲地方咧，對佢病情咧係有非常之大嘅一個幫助嘅咁所以居住環境都非常之緊要嘅。咁當然咧，你叫吳文恩話我喺呢個地方已經住咗40-50年嘅，你叫佢一下子放低晒所有嘅嘢，家庭、事業、財運放低晒走去其他國家。我認為吳文恩係做唔到啦，因為吳文恩係一個非常之即係責任心好負責嘅，即係一個好好嘅人啦。對家庭睇得好重嘅一個女藝人啦，睇佢八字都知啦咁其次就係治療嗰種方式非常之緊要嘅。吳文恩嘅八字係用金水啊嘛，用金水金咧係代表西方嘅醫學係屬金噶嘛。咁所以當佢出現腫瘤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果斷，做一個果斷嘅方式，即係將佢切咗就唔能夠拖泥帶水。咁其次就係做喺邊個國家治療，或者係邊個國家做手術都非常之緊要嘅。假如佢要金水嘅，當然去到歐洲美國或者加拿大即係嗰幾笪地方做手術係比較好啲嘅，即係從玄學角度，因為嗰3笪地方都係屬於金水嘅咁所以。即係我嘅觀點嚟講咧，就係一個人如果有大病咧，就係最好就揾個師傅睇睇，咁然後就係即係根據個師傅俾你嘅意見咁適合，咁符合自己嘅，咁你咪按照師傅去調整下自己咯，咁係一個最好嘅一種方式嚟嘅。下個視頻咧就主要作為上段視頻嘅一個補充嘅。因為上段視頻咧就講緊一個人嘅得到不治之症或者得到一個大病嘅處理方式比如治療嘅方位就係去到邊個國家治療或者係住嘅地方咁係比較傾向於有一定嘅經濟能力、有錢嘅朋友嘅。咁假如我係得個大病，但係我冇乜錢，而家喺國內治療應該點處理咧？咁首先根據你嘅八字，比如我八字要金水，對我嘅病情係非常之大嘅幫助，咁你咪可以去河北或者天津或者係北京嗰邊作為一個治療咯。呢個其一啦。咁其二就係我嘅居住環境咯，比如我嘅八字。我對我木火係對我病情有幫助嘅，你咪可以選嚟深圳廣東或者香港作為一個居住嘅環境嘅，咁係對你嘅病情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幫助。咁假如我經濟能力已經冇乜錢嘅，荷包乾塘嘅，咁點樣處理我連去北京嘅治療都冇嘅費用都冇嘅，咁你咪可以選當地嘅市嘅北面比如。我嘅出生地嘅北面選嗰個醫院作為一個治療，咁都係有一定嘅幫助嘅咁其次就係做善事咁做善事就係要根據自己嘅經濟條件比如我已經係有大病，你已經係冇錢，荷包乾塘嘅，咁你就係根據自己嘅經濟能力。可以做下善事，幫助更多人咯。咁其次就係，喂，我已經荷包乾塘，你叫我買樓，江先生，你係咪想害我咁遇到咁嘅情況，你唔需要買樓。首先你要先治療好你嘅病，就唔好話根據我咁得一大病就去買樓。唔係，
買樓只係你比如我個財運越來越好，或者我嘅各方面條件或者我最近非常之好，即係各方面都好嘅。咁但係咧，我身體就越嚟越差嘅時候咁你就可以去買樓，因為買樓嘅時候印星提升咗，你個財會壓低嘅，咁係起到一個平衡嘅作用咯，係咁嘅係當你發現自己財運越嚟越好嘅時候，身體越嚟越差嘅時候你可以選擇呢種方式嘅提升自己嘅健康運。最後一點咧，就係要講緊吳文欣嘅鼻嘅。咁好明顯就係早期去選港姐咧，嗰個鼻頭咧就係吸咗人中，人中呢個位置好重要嘅，特別女性朋友係代表你嘅仔女運。吳文欣呢種鼻咧係同仔女個緣分淡薄嘅。咁睇新聞都知咧，吳文欣係非常之錫佢兩個女，佢同兩個女嘅關係非常之好嘅，佢兩個女都非常之聽吳文欣嘅話嘅。咁係如果咁嘅情況咧，就會應驗另外一種事情發生就有生離死別一種情況出現嘅。當一樣嘢面上顯示出嚟唔好嘅時候，佢冇發生到，佢會轉移到另一種事情嘅一種發生嘅，係咁嘅咁今日嘅視頻咧，江先生就講到呢個 moment，大家如果有咩唔明白嘅地方，可以問我江先生。